我哋推動流星者青年參與社區提案計劃嘅最主要目的，當然就係提供一個平台啦，讓到我哋嘅年青人咧可以喺呢個平台底下去發表佢哋對於社區嘅一啲聲音、想像同埋熱情㗎。我哋好期望透過做一啲低門檻嘅手作啦，例如紙扇啊，可以送俾自己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啦，去帶俾佢哋一份嘅鼓勵啦，同埋大家知道大家係互相支持嘅。今日我哋喺屯門嘅噴水池隔離拉咗架馬車，設入咗一個訂貨區，希望街坊可以寫低佢哋嘅想法。我希望透過呢個小實驗，一齊發掘屯門社區嘅可能性。我個提案係一個抽象遊戲同埋實境解謎設計嘅遊戲，係設計俾唔同嘅人去玩啦，咁就可以係兒童啦，可以係青少年啦。我希望佢哋享受呢個遊戲。青山禪院係香港著名嘅佛教寺廟，係喺邊個朝代起㗎？喺屯門呢個地區周圍去發掘一啲唔同嘅樂趣。你俾針吉其實都會 feel 到痛啦。清潔工友即係幫我哋收垃圾，其實係好困擾。估計咧應該都會有啲街坊都會同我所諗嘅係會一樣啦，大家都會開心咁樣去學習呢一個掉垃圾咯。因為街坊嚟到我哋嘅攤位咧，其實可以通過互動遊戲，可以了解到朋友之間係其實都存在呢個界線問題嘅。我哋都希望佢哋可以認為呢個議題咧係不可以忽視嘅。我今日嘅活動就係想俾大家睇下一根菜究竟有幾多棵。我預計啲小朋友唔知道啲菜叫咩名啦，但係透過呢個活動之後咧，我預計佢哋會認識到多啲嘅菜啦，同埋佢哋會認識到去街市購物嘅樂趣。咁我今日準備咗好多傳統嘅零食，我預計呢個活動可以吸引到小朋友品嚐一啲懷舊嘅小食，老人家都可以好開心見得返兒時嘅小食。呢幾次嘅街站啦，我都發現喺一啲年長嘅人身上有生活上面嘅一啲不便啦。我預期啦，即係透過呢一個計劃啦，可以將能量啦去傳播俾唔同嘅人。喺呢個過程入邊咧，讓到我哋嘅街坊可以知道青年人對於社區嘅聲音同埋熱情，都可以讓到青年人咧可以知道街坊們嘅一啲諗法同埋意見，再去完善社區提案。2月22號，聽見我們的聲音。